Hi， 大家好，我 Billy， 今日帶大家睇不為租戶終結者，人行河濱花園，巔峰嘅時期賣到31000一平方。2023年嘅6月咧，都仲賣緊23000，到咗2025年嘅6月清盤，13000幾有交易，哇，真係正！120萬可以買一個3房1廁嘅單位，130萬可以買一個3房2廁嘅單位。咁隔離就係珠海北站，我哋呢度過去拱北咧18分鐘，綽綽有餘啊，非常之正。咁呢度過去寶龍城咧都只係2公里7分鐘，非常方便。我哋小區後邊咧亦都有一個北圍寶龍城，咁依家仲未開建嘅。咁當佢建成之後咧，一落樓就可以去到一個商場，非常之方便。咁我哋依家咧帶大家睇一睇個小區嘅環境先。嗱，可以通過我身後睇下。人行物業啊，人行嘅小區，因為佢建喺北圍，所以咧呢度地價平，所以呢度賣嘅價錢亦都平，但係嘅品質一啲都冇少到㗎嚇，亦都係非常之正，俾大家睇一睇。嗱，我哋依家喺小區2棟嘅前邊，呢度係小區側面花園，小區前邊嘅花園。咁我哋依家呢個位置可以見到珠海首富建帆科技。喺嗰度啦，咁如果你喺建帆科技做嘢，行過嚟對面買個單位，正唔正？13000幾14000有交易噶啦。好啦，咁我哋依家咧就帶大家睇一睇小區嘅公區，然之後再上邊睇示範單位。呢度係小區嘅園林，底下就係負1啦。咁因為呢一個設計咧，底下嘅停車場亦都起到一個採光嘅作用。入戶大堂，人行嘅設計真係企理乾淨啊，特別舒服。呢個樓底有6米高，分2部 lift 嘅，右邊係2號 lift 上去就係03、04戶型，左邊有部 lift 咧。就係上去就係01同埋02啦。呢個就係地下車庫，車庫都好乾淨企理嘅。咁分2層，負1同埋負2。負1樓開咗，負2係未開放嘅，俾大家睇一睇。咁呢度嗱，你跑車之後，咁就入翻去負1，搭 lift 翻上樓上。咁咧有一座門口呢個位置咧，就有一個採光井，空中花園嚟嘅，又唔算空中花園啦。樓上係1樓，呢度係負1。嗱，咁我哋入嚟停車場入嚟嘅大堂，大家睇一睇，環境都好企理嘅，人行物業打理得非常之好。咁呢邊有部 lift 就上去。咁有2伙，咁呢度呢邊亦都係有一部 lift 嘅，左右都有 lift 嘅。嗱，咁依家呢度呢個係2號 lift， 我哋依家搭 lift 上去。我哋上咗嚟之後，2號 lift 呢邊有2伙嘅，經過呢條連廊對面都有2伙。95 3房2廁，86 3房1廁就喺邊位。咁門口咧要經過一道防火門先可以翻到屋企。咁有個私人嘅入戶空間，嗱，有條連廊仔，咁入翻去3房1廁嘅設計，飯客廳都係3.1米嘅開間。嗱，我哋先睇後邊2間房嚇，入咗門之後右邊咧係有2間房，呢間房係2.7米嘅開間，呢間機房咧係2.9米嘅開間，2間房都係北向嘅。咁飯廳隔離廚房，淨係可以擺單門雪櫃，擺個細少少嘅雙門雪櫃都 OK 嘅。
OK， 入翻嚟，乾濕分離嘅洗手間，分3段式分離嘅。名次，主人房南向，開間係有3.1米，感受一下。OK， 好啦，睇翻我哋嘅主露台，3.3米嘅開間，露台嘅闊度咧係有1.8米嘅。咁啊，洗衣機擺喺呢個位置。亦都可以做一個風窗處理。我哋1、2棟嘅前排咧，樓間距係有成200米咁闊，對面就係南圍，樓下就係河邊公園，俾大家感受下今日天氣都非常之好。OK， 我哋過翻去睇埋953房2廁嗰個單位。嗱，經過呢條走廊之後，嗱，我哋啱先睇咗邊位3房1廁嘅單位86，依家呢個係95 3房2廁3開間朝南，入門右手邊玄關鞋櫃，左邊廚房擺得落雙門雪櫃。我入翻去之後，飯廳、客廳嘅開間係3.55米，右手邊有2間房，呢2間房嘅開間都係2.9米。咁呢間房就係南向，都係2.9米。好，我哋出去睇下露台，3.55米乘1.8米嘅開間。嗱，我哋近住珠海北站，對面就係奇澳。依家呢個位置係可以望到海景嘅。我哋依家喺8樓，感受一下，底下就係河邊，有跑步徑，幾舒服嘅。對面就係珠海首富建帆科技，大家感受下。好啦，我哋入翻去睇埋主人套房。嗱，呢邊係客廁，主人套房3.3米嘅開間，3開間都係南向，雖然唔係邊位，但係戶型都幾四正嘅。咁你睇埋呢邊套廁，步入式嘅衣帽間，咁啊衣帽間稍微細咗少少，咁啊都係南北通嘅主人房嚟嘅。不為租戶終結者，人行河濱花園，巔峰時期賣到31,000，2023年都賣緊23,000，2025年賣緊13,000，精裝現樓82萬買3房，俾咗首期之後咧，月供4000蚊。咁樣嘅月供，你仲諗住養房東咩？呢度後邊就係珠海北站啦。咁我哋去翻珠海嘅拱北口岸呢，全程冇紅綠燈嚇，一日有成60幾班車，10蚊雞，10零分鐘就可以到拱北口岸噶啦。你有冇興趣？有興趣入邊啲睇樓，下次見，拜拜。